台东进入高龄化社会，各乡镇拢有设立长照机构来陪伴这些老大人。即阵佮和华信航空合作，甲长照中心改造，布置甲亲像伫咧飞行机顶同款，互这些老大人佮再回想着少年时坐飞行机的感觉。 长照中心变作客舱，为鹿野乡内的高龄长辈提飞机登机证，互空服员指引，真正哪亲像坐飞机同款，互人带去飞机客舱的座位。40外日照中心的长辈坐这班飞往台北的客机，空服员甲规套坐飞机的起飞前流程，穿救生衣、溜安全带，全部拢示范一遍，互长辈又搁想起真侪年前坐飞机的过程。 介久无坐啊啦，介久无坐啊吼，现在回味一下吼。对，回味一下。我觉得我们很喜欢就是连结资源，让长辈可以体验不一样的活动。这班爱心鱼客机空服员同款伫飞机途中发送点心，途中佫有拄着乱流的时阵，空服员一个一个照顾长辈的情绪，互长辈过一个哪亲像真的会坐飞机情景。安抚的过程会不会相对的困难呢？ 就可能你要再稍微多讲几次，有时候他们听得不是很清楚。对，耐心是一定会的。台东县少年人口外流，即马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，不过在地的登记照护资源有限。一立美亚基金会表示，未来会引进更较侪外地资源，互陪伴长辈活动更较多元、更较活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